这是公视第一台，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。各位观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看11月初4公视第一台的暗新闻，我是柯柏君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8市竞选总部下晡成立，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也伫台北造势，双边政党重要人物都到场。高雄发生一站车祸，有一台轿车撞着7台等咧等车红顶的奥多摆，警方初步认为可能甲驾驶穿衬拖开车有关系。伫咧印度甲中国之间的日本初4半暝2点发生规模5.6的大地震，目前至少有132个人死亡。新闻头去先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剩71天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晡成立新北市竞选总部，民进党的重要人物都到场，包括总统蔡英文、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到场徛台。蔡总统伫现场是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同咧讨论的蓝白合，也那伫参选人赖清德伫现场，也因为对手一直咧质疑因兜的句子是违法建筑，讲话是讲到拿后甜。赖清德当选，赖清德当选，赖清德当选，赖清德。手机花口河底现团结气势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这是下晡举办新北市竞选总部成立大会。总统蔡英文、立法院长游锡堃、前行政长苏贞昌等人拢来收听。所谓的蓝白合，讨论的只是谁正谁负，只是权位的分配，看起来只是利益的结合。如果是这样，蓝白合就不如全民合。蔡英文话请选民用选票，和世界上给台湾选对的人行对的路。面对未来挑战，需要有经验团队带台湾向前。赖清德伫赛时阵，面对对手阵营一直攻击，老早处技术违建风波忍袂了，后天向选民运行诉求攻势。阮是爱去扣烟片咧，所以阮兜的厝的经营是炭空的工寮。参现主是你检讨的，包括关务局主席因兜的情形无共款，我完全尊重新北市的市政府的判断。如果应该爱缴什么款的钱，补什么款的庭事，我完全配合。前行政长苏贞昌也表示，这4年当压力拼出成绩。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是批评以前的对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选后摕3000多万选举补助款，就亲像相亲共款摕聘金。即马放弃新北市民，讲要去追求一个更加新、更水的对象，放弃新北市民，讲要好好做代志，说是一直想要做大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若讲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下晡是出席台北的造势活动，台北市长蒋万安、前总统马英九加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拢到场徛台。针对国民党加民众党大选要合作，却一直无进度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日是讲重话，指出民众党的瓜文哲原本有答应现主席煞变卦。也那伫瓜文哲的方面，伊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是伫面册表示，答应考虑甲答应是两件差真济的代志。侯友宜到选，侯友宜到选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伫边仔陪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带领8位立委参选人大进场，展现家母带囝仔的气势。2024次大选正伫倒拍算，侯友宜初时出席万人誓词大会台北场，现场画出5万人到场，那也大咖同齐做伙。前总统马英九批评蔡政府执政7年，各项经济拢倒退。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，侯友宜手提和平锁匙，选赖清德会面对战争，让侯友宜随后顶场发声。赖清德说了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这怎么会让人民放心？他不引战呢？当一个总统怎么可以引来战争，对不对？对。
这总统最大的责任就是避战。国民党划出集中选票，也激烈挽救，强要破局蓝白合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2条2方案，得到南亚执政15回县市首长共同联署，发出效果百作会，实现政党轮替。柯文哲本人来跟大家问好。国民党早起前往台东中央市场买票，下道路人屏东参拜，东港东龙宫争取选民支持，公告蓝白合。国民党否决国民党提案，坚持全民调，引起朱立伦不满，回击国民党原先较偏向日本模式。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69个，民众党11个，那合起来投票，哇！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提案实在太奇怪了。一定要去计算说谁一定赢。那我也再一次强调一件事情，这样就很难谈了。本来我们都是满心期待、乐观的看到这样的结果，昨天被浇了一盆的冷水。对总统竞选筹备好势，朱立伦强调，国民党原本答应支持刷变啦。国民党竞选总干事温珊珊下道反击，答应考虑甲答应差真济，啥物人会伫电话内答应这么重要的代志？后礼拜安排国民党甲副总统竞选翕相，佮讲民众党遵守全民调误差范围内礼让的承诺，也毋过爱有备案。另外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提高连书书减少公开露面，伫面册发布家己是政治界的高年级实习生，会甲8万名。以联手重新打造国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高雄三民区早时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，有一个67岁姓詹的驾驶开车弄到7台当咧等车红灯的奥多摆，佮1台停伫咧路边的奥多摆，造成1个人当场死亡，6个人受伤。这个驾驶是无啉酒，讲是因为伊的档啊有过样。不过警方初步认为原因可能甲驾驶穿衬托啊开车，而且无正确使用油门有关系。详细事故原因还佫等咧调查。现场一片路苍苍，几台机车倒伫路。高雄三民区初时发生严重车祸，早起将近9点，伫顶日路段一台白色轿车失控向前弄到7台当红灯的机车，甲1台停伫路边的机车，其中一个男骑士当场当场死亡。听到一个蹦很大声，对，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就看到汽车就是往那边冲撞。告诉我的他也是一点很蛮冷，很咱们要弄那个对啊。变电箱、后置箱拢被弄坏弄倒，就知影弄个6头，造成1死6伤。女驾驶无酒后驶车，讲是当下失灵，毋过警方初步检判是油门操作不当致死。驾驶穿的衬托留伫驾驶座位卡，警方也要调查是毋是甲穿衬托驶车有关系。他穿着的应该是无跟的那个凉鞋，他疑似油门操作不当，而造成撞到了8部机车。女驾驶获警方照过失致死罪现行犯逮捕以上。事实上，无论是衬托、管大鞋专家拢无建议穿来驶车，甚至监理站也禁止穿衬托口罩，因为可能造成危险。潮湿或是脚汗的因素导致到鞋跟你的脚脱离，你再踩油门，然后鞋子跟脚又脱离，鞋子卡住油门，那到时候当你要踩刹车，有时候往往会刹不住。除了衬托管大鞋，下滚升过高的鞋也无适合驶车，因为高底会互驾驶无法度抓准落来头，也提醒驾驶唔通穿这种鞋驶车，则袂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现主是流感的疫情，也是当咧举，各地医疗院所病患拢有明显增加。另外，伫咧云林有侪学校、幼稚园有传出群聚感染的事件。最近5天以来，已经有6间学校10下班因为流感停课。到初3为止，有37个重症个案，其中一个是高中生出现肺部甲心脏有受损的情形，是紧急装 ECMO 才甲性命保掉的。入秋了后，流感疫情升悬，各地医疗院所客满看病民众。医师也表示，接落来会进入流行高峰，呼吁赶紧做疫苗。那云林卫生局统计到初3。通报并发重症个案有37个，其中有9个人死亡，拢是50岁以上的长者。年龄是分布在50到89岁之间。那高龄又具慢性病的话，是导致重症的高风险族群。那疫情也扩散到学校，卫生局表示，最近5天，云林县都有6间学校10个班级因为流感停课，甚至有1名是高中生，因为重症造成肺甲心脏受损，病情变化真紧，紧急装ECMO才救回1名。有听小朋友说，可能他们家里面有，就是可能
从家里面的人传啊，然后全家都有得那个流感的症状啊，甚至是从补习班、安亲班那边也有传出来。流感它也会造成死亡啊，当然会不知道那个就是流感疫苗跟你以前打那个3针的 COVID-19 会不会有所冲突啊？医师也表示，因为学生甲高龄长者是流感病毒高风险族群，除了应该做好个人防护，主要要甲挂好喙암之外，教育处也呼吁，若有流感症状，应该伫厝里休困，杜绝传染病群聚感染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天气，这个拜六礼拜拢是会出日头的好天气。不过后礼拜一开始有2波东北季风会吹到台湾，北部的高温上侪通落7度，到时天气变化会较大，提醒民众要注意关价温差。已经是11月初是大日头，有热天的感觉。高雄内门拜六下晡测到高温34.3度，台北市高温有33.4度。暗过小热天气要伫周末结束。下礼拜一开始，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有雨。星期一的大概傍晚之后，就是锋面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，然后东北季风会随之增强。那这波的东北季风大约维持2天左右。那降温的幅度主要还是以北部、东北部地区为主。那高温的话，大概会下降6、7度左右。这摆东北季风影响时间按算到下礼拜3，伊是开始各地大头回温，只剩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雨。暗过到拜5，各有一波东北季风到位，桃园以北会个正做有雨天气。东北季风虽然连续到位，暗过有降温的感觉，可能要等到12月中。要降温到有感呢，可能到例如说14度以下有冷气团，以现在的预估，可能要到12月中才比较有机会。那因为今年来说的话，我们又遇到一个生一年，然后全球暖化又到未来这几个月还是蛮严重的，所以2个加起来，其实今年台湾遇到一个暖冬的机会很高。专家分析，今年冬天可能是较小好的天气形态。今年为止，到目前只有10来风台，也比平均数较少。目前海面上有万有交通发展是不是正做风台，要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国际消息，伫咧印度甲中国中间的日平日，台湾时间初时半暝2点是发生瑞士规模5.6的大地震，而且深度只有10公里尔。当地有侪建筑拢倒去，目前至少有132个人死亡，高方是估计数字会搁再增加。民众沿着拢是庄仔厝遐的小路行，看卖家己甲亲友的徛家，还阁有剩啥物。时间等到当地初3半暝晚12点，位伫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边大约500公里的加加尔科，突然摇起来，互真侪已经困扰民未赴逃生的民众陷入土石堆中。为将会当看到救援队甲热心的民众，赶紧将这名老妇人为放弃的厝的空棚中救出来。部分受伤的民众由警消人员动员飞行机甲直升机送去附近的大城市，搁由救护车送往病院接受治疗。रात्री सुतेको लेकासी हल्ल्या जस्तो भयो हल्लेपछि उठिन निस्किन्छु भन्दा झराम घर आएको भाग्दा भाग्दै आधा चेप्यो आधा कराएर बेसरी पछि सबैको त्यस्तै भयो सबै चिच्या गल्लो आधा 1 घन्टापछि पुलिसहरू को मान्छे चापचुप भएपछि के भयो भन्दा हल्ला खल्ला भइसकेपछि बल्ल天光了后，尼泊尔总理达哈尔带领一组12名军医的团队，除了慰问灾民，也由医疗专家到搜索救灾甲医疗行动。尼泊尔定发生地震，10月间规模5以上的地震就至少有2摆，那顶一摆造成大规模死伤的地震，发生伫2015年4月到5月，2摆的规模拢伫7到8之间，拢总造成超过9000人死亡。那这摆地震是8年外来上严重的灾害。广西新闻徐家珍编译。镜头来到加沙地区的战火，美国总统拜登甲国务卿布林肯拢呼吁以色列的战火要暂时冻点，互人道物资会使入去加沙。但是以色列政府甲军方拢拒绝。另外，伫咧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，真主动是支援哈马斯，也开始对以色列北部的地区发射火箭。为也门到伊朗，真侪人伫户外大荧幕头前，原来想看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发表威胁以色列声明，原来反火拍破。القلق من إمكانية أن تذهب هذه الجبهة
إلى تصعيد إضافي أو إلى حرب كاملة. 根据以色列甲黎巴嫩媒体报道，以色列北部城镇甲军事据点确实已经向来自黎巴嫩发射火箭攻击，以军也用火炮还击。另外，伫南边的加沙，以色列继续炮轰甲空袭哈马斯的据点。对国际组织甲欧美民间团体抗议以军的攻势，以色列总统赫佐格伫接待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时阵，特别伫镜头前提出空飘予加沙居民的传单，强调已经尽到责任，事先呼吁百姓撤离。美国总统拜登倡议请以色列暂时停火，或是要以后这物资运送进入加沙。布林肯马上伫初三到当地会见美国政府高层，传达美国政府的想法。We believe that, among other things, a humanitarian pause could help that effort, could facilitate it. It'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're focused on it. 按过布林肯伫以色列可能下民主，除了总统赫佐格强调已经对加沙百姓尽到责任，总理纳坦雅胡阁表示，无性释放所谓以色列人质一切变讲。לוחמים ולוחמות, חיילים וחיילות, אנשי ונשות כוחות הביטחון, המשטרה וההצלה. 伫加沙边界迄边，外国记者三不五时爱闪避，随时来识别流弹。另外，哈马斯指出，一寡离开加沙边缘救护车互以军拍到。不过，以色列方面表示，这救护车毋是载运伤者，是哈马斯用来作为移动指挥所加藏武器的所在。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。接下来关心国内的消息，交通部宣布上换明年3月开始会解除禁令，旅行业者到时通组团到中国旅游。上紧后礼拜开始，就有业者会推出旅游行程。不过目前台湾甲中国的飞机航线也未恢复到疫情进前的量，业者也希望通豆豆恢复。即马是台北国际旅展期间，现场人是直通通，业者拼命促销行程。听到交通部正式上班，明年3月开始，台湾旅游业就已经组团去中国，业者拢真欢喜，也打算最近就会推出相关的产品。在旅展的现场，都有很多消费者来问说，他要报名大陆的团，可是碍于法令的关系，但是昨天下午就接到了这个好消息。对消费者来说，或者是对业者来说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强心针。以国内旅游为例，疫情进前2019年，每年去大陆的旅行团都12万人，平均每个月送1万人去。观光署也宣布，中华团体旅游恢复旅行业应组团去中国，加接待中国团客部分，按算伫春节进前宣布恢复的时间点，改进时间会伫明年春节了后。业者应规划包装，为明年3月7日了后的去大陆的团体旅游行程。原本就希望能够对等、双向开放，但是我们业界非常的清楚的明白，不可能是这样子一件事。如果大陆有比较好的回应，我们可能会再更提早的来做解除的动作。旅行工会也表示，目前敢若是台湾释出善意，中国团客是毋是会同时入来，也毋知影。开放初期，因为两华航点依然无恢复到疫情进前，机会较少，旅游产品的介绍可能比疫情进前会起价，也希望两华过去的航点能豆豆恢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基本消息，已经有153年历史的北管烟社台北灵安社，今年以北管得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肯定。今日台北市政府为因举办授奖典礼，表扬因拍拼伫咧传承。台北灵安社153年以来，也捌拄到传承难关，现主是因豆豆招无共年龄层的民众最近参与，望北管新将顶头这个传统艺术通代代流传。当咧台顶表演北管的是已经有153年历史的北管烟社台北灵安社。台北灵安社伫2001年，互人订立做新奖顶头保存者。今年佫以北管得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肯定。台北市文化局也为因举办授奖典礼。150年了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它穿越了不同的政权，跨越了族群，到我们现在为止站在这里，站在一个古迹里头，就真的感觉到。意以人养，
台北灵安社为1871年成立高大，传承也捌断过一段时间。落尾因积极复兴，已经恢复野生红彩街，北管表演一寡传统，也积极招少年人来参与。咱有这个责任，也有这个义务，来推广咱的北管这个传统文化。所以咱有为小学生，包括中学生，因为有兴趣。有兴趣啊，家己阮兜就有咧拜神。台北灵安社表示，因自2019年开始恢复练习北管，一开始只有5-6个人参与，推广到今已经有40几个来自不同领域、年龄层的人参与。伊也欢迎各界对北管演社有兴趣的民众做阵加入传承。记者郭宝军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过身17年的前法务部长陈定南，捌做过宜兰县长，阁有立法委员。因为以青年反乌金的形象，阁互人号做陈青天。伊伫1994年捌选过台湾省长，虽然无当选，但是互人认为是台湾民主历史的重要过程。现主是陈定南参选台湾省长的历史资料，等咧陈定南纪念园区展出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感受翕时的气氛。中现前法务部长陈定南1994年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省长的模样。陈定南过身17年，伊迄时参选省长的历史文件，现主是当咧宜兰陈定南纪念园区展出。迄当时当咧做陈定南幕僚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，也出席展览开幕现场。地方有派系跟黑金，所以陈定南必须是面对那个不可能的任务，在打这场战，到处掀起了一阵陈青天的旋风。所以有选举，虽无成功，但是我想嘛是奠定2000年政党轮替基础。陈定南1943年伫宜兰出世，做过2届宜兰县长、4届立法委员，各有5年的法务部长。因为青年反贿选甲乌金的形象，选调宜兰县长，各有人号做陈青天。我们不赞成现场收红包，我们不赞成现场炒地皮。我们不赞成不能是这样子，很醒目的啦，就这样，结果陈定南还是赢了。1994年，陈定南选省长的时，画出400年来第一战，要甲台湾变青天的口号。虽然无当选，但是互人认为是台湾民主历史的重要过程。陈定南基金会希望透过这个展览，让台湾人知影实践民主自由权利的重要性。记者郭文林、凯林、景伦综合报道。现主是世界正咧关注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火，不过咱嘛唔通袂记哩，罗西亚甲乌克兰也正咧相战超过600天。阴暗7点半，对台记台青春咱的帮的采访团队，带大家做伙来看乌克兰的少年辈面对这场战争，要安怎用家己的力量保卫国家的民主自由。罗西亚的这场侵略战争，和乌克兰甲民主国家后面开始合作，甚至进一步走向北约组织的大门。这嘛，甲乌克兰的少年家讲，袂使回头看，必须要向前行，甲国际接接。I planned that I finish school in Ukraine. I will study in university in Ukraine. It just all the plans, all what I wanted, changed for a second. 伫咧乌克兰首都附近的小镇白教堂，有2个要住伫台湾国立党的少年人。战争发生了后，因向台湾建立交通的管道，处理医疗物资运送的后勤工作，用不同的方式保卫家己的国家。3月、4月，我们的总统说：“你不要怕，我们保护你。现在你们要开始住你的生活，开始上班。”嘛有袂少参与过2014年顿巴斯战争的少年人。伫咧罗西亚全面入侵了後，佮再加入軍隊保護人民，希望烏克蘭會當早日自由，免受驚嚇。На даний час це посада командир взводу. У нас дуже проста мета. Нам треба виграти цю війну і відстояти свою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і право на існування. У нас дуже проста мета, і всі її розуміють. 戰爭所造成的災難，傳達予人類和平的重要性。烏克蘭人的絕望深刻，用火用目屎來提醒世界各國。伫咧不安的年代，咱應該安怎去思考未來的路要安怎行？記者郭定宇、林建如，波蘭、烏克蘭綜合報道。最近早時甲暗時溫度有差較濟，請鄉親就要注意天氣的變化，加曬一領衫。接落來，帶大家做陣來關心明仔載各地頭的天氣預報資料。
北部地区21度到32度。中部地区20度到31度，南部地区21度到32度，东部地区22度到30度，外岛地区22度到29度。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资料。新闻最后，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。稍等下7点半，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帮》，我是郭碧君，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。